拢是出伫你的疼，出伫你的恩典。我感谢你，互阮伫主日的早起时，会当个做伙组织来亲近你，来敬拜你。全要困记你的信心，即是甲阮三个弟弟运行伫阮中间，开阮的心，开阮的耳，互阮通明白你的话，也开来将你的话伫阮的生命内底行出来，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主，阮特别将每一位何塞同工，拢交伫你的手，困记你，想使阮有对伊来智慧开力，也互阮手所做的，拢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祝福，也通过阮真做正人的祝福甲帮赞。也特别将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心内若有欠缺重担，恳求你享受平安，享受教育用的稳定跟三个弟弟。若有逐款的看路的，恳求你也享受因有迄甲你三个同在迄款的平安喜乐。祝阮搁一届，将阮每一位将阮的礼拜对头到尾，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看顾、保守，因带带领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
my light, my feast, my strength. Such a light that shows a feast, such a feast as men's is led, such a strength as man is guest. Come, my joy, my love, my heart, such a joy as none can move, such a love as none can part, such a heart as joys in love. 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伫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咒詛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寻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挑拣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社青主日，咱真侪社青参与伫这场礼拜。即阵，咱同齐来用圣诗第62首比调，创造上帝创造天甲地，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
大家请坐，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伫遮主席，带着敬虔甲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全能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阮因为你的大权能甲慈爱来学到你，你的智慧无人通比，你的恩典无限的丰富。感谢你伫基督耶稣内面赐予阮救赎，互阮遮不配的人通成做你的儿女。阮感谢你每一日供应阮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灵魂的培养，还是生活中各项的恩典。因为阮知这一切拢是你无条件的祝福。主啊，阮也为着你的话语来感谢你。圣经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阮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愿阮的心常常刻无你的话语，愿你的真理成做阮生活的指引。愿阮的祈祷、诗歌甲感谢，那芳芳的祭，献互你欢喜来接纳。阮愿意将一切荣光、尊贵甲恶乐拢归予你。愿你的信心充满阮，互阮的敬拜真实够快乐。阮祈求你赐予阮持守信仰的力量，互阮伫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显明你的疼甲公义。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社青的主日，社青透过礼拜的实现、献诗甲逐项的事工，参与伫礼拜甲敬拜中。愿上帝亲自纪念，也带领众兄弟姊妹透过杨牧师传讲的信息，持守美好的好调，哪服侍哪甘甜，哪参与伫甲上帝你同工的事工当中，就让哪通操练智慧、能力甲稳固，对你来领受满满的恩典。愿上帝持续保守带领阮，互阮通伫你的疼当中来成长。也为着你，也成做你忠实的奴仆，将福音传到地极，来荣光你的性命。主啊，阮伫你面前嘛要认罪悔改，求你检察阮的内心，互阮伫你面前真心来悔改，并且找求你的医治甲安慰。求主医治阮的悲伤，安慰阮的心灵，赐予阮平安甲稳定。求信心的烈火充满阮的内心，互阮成做为真理来发光，成做世界的光甲盐。感谢天父上帝的怜悯，恳求你的信心运行伫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身上，医治因，互因经历你的拯救，早一日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同时，阮伫遮嘛要为失丧的灵魂来祈祷，求你因显示你的疼甲救赎的大快乐，带领因离开罪恶的捆绑，转向你的救恩之路，帮助阮成做因生命中的见证人，用真理甲听心来引带因行你。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的祈祷无够也，阮嘛要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愿你的名，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之下，你的灵性聆听，万日性开口话，下列万人口无，是万鸟下列有万羊，我的草本体起，有六万的天爱，对国专民民恩，都是你所属，代代过去。阿门。同齐来启用，启用文第5篇，也是诗篇19篇，伫圣诗后面第6页。我来启，请兄弟大家来引。这个天讲起上帝灵光，
即日到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钱遍伫天下。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伫帐房，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驶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最金搁较幸福。搁你的奴仆对遮个受警戒，是谁通知伊的失措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今日早起，社青的诗班要用我的专心来听你这首诗歌，来学罗上帝。
感谢社青诗班用遮水的诗歌带领咱来敬拜上帝。顶礼拜社青诗班嘛去咱20几年前所建的东盘教会支持教会来献诗。接着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到16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62页26页，现代中文台语汉语本台语译本第458页。我要用现代译本来读。敬虔搁知足，会互人得到大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通食，有通穿，就着知足。想要发财的人，会陷落诱惑、陷阱。甲真侪款愚妄有害的欲望，互人沉沦跌到败坏甲毁灭。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爱钱财，受迷偏离信仰，家己受尽苦痛。毋过，你这个属上帝的人，着闪避这个事，着追求正义、敬虔、信心、仁爱、耐心。甲温柔，信仰的美好竞赛，着尽力去拼，的确保永远的活命。为着这个活命，你有受警调，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伫赐活命互万米的上帝，甲对邦丘彼拉多宣认美好信仰的基督耶稣面前，我吩咐你着遵守我所受的命令，无缺点，无贪嫌，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伫时机成就的时，迄位应该受称赞、独一无二的主宰、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帝，要互伊显现。上帝是独一袂死，踮伫人袂当接近的光明中，无人捌看见伊，嘛无人会当看见伊。愿尊贵甲永远的主权归伫伊，阿免。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嘛照安尼行的人。今日早起杨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一首美好的呼调，请用恭敬的心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社青主日。也要特别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社青牧区的各项事工，特别是要邀请咱会当鼓励咱身躯边的社青，也就是已经出社会年龄伫40岁以下，会当邀请因来参加社青牧区的大个小组，当做伙来学习，做伙服侍，也做伙成长。伫未开始的代先，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搁一届互阮会当伫你的听，伫你的恩典内面，聚集伫你的面前，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主啊，这时要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生命的光，得到生命的快乐。主啊，要恳求你的信心，甲阮送较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愿通明白你的话，也搁较有快乐，将你的话伫阮的生命来行出来。将阮下面的时间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阮送较伫地。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相信提摩太这个名，咱拢无真生分，咱现在有听到。提摩太是保罗伊亲身所带领一位少年的同工，而且伊和保罗的关系，毋若是伫福音事工顶面真好的同工。伊和保罗的关系，保罗甲伊看做是伊所疼的囝儿，所以因中间的关系，通讲是非常的亲近。后来保罗伊将提摩太留伫以弗所教会伫遐服侍，伫遐侍奉。保罗伊知影伊家己暂时无法度去到以弗所教会，所以就写这封提摩太前书来提醒少年的提摩太，伫服侍的时应该有啥物款的态度，应该注意啥物款的代志，望伊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忠心的奴仆。
提摩太伊的年纪啊，若照推算，圣经无直接写哈，但是若照推算，差不多是30出头哈，所以嘛，拄好伫咱社青的这个阶段，所以咱今日就通过保罗写予少年的提摩太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几项信仰内面真重要的代志。啊，为书民书典的圣经，也是讲信仰个别。是咱长老教会所接纳的4个信仰个别之一，啊，伊包含真济重要的教义的宣告，拢伫即个内容内底，即个圣经内底，伊的篇幅真完整无算短啦吼，所以短时间要甲伊读完的真无简单。所以后来有甲即个为书民书典信仰个别的即个内容整理做一本问答的册，叫做。为书民书典的大教理问答教理问答哈，但是后来感觉这本虽然已经较简单啦吼，但是佫无够简单，看起来还是有一点仔复杂，所以后来去甲整理过一本佫较简单的叫做为书民书典，也就是讲西敏西敏小要理小要理问答的一本册哈，伊内底形式就是有一条题目。来一条回答，下骹都有圣经节安尼吼。咱敢知影伫即个小要理问答内底的第一条，规本册的第一条是问什么？拄好有参加过第2场，应该会记啦吼。好，第一条问讲人的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创造人，互咱伫即个世间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毋知影。看到这个问题是咱心内有啥物款的答案？这个小要理问答因整理出来，因简单个简单啊因一开始是设定要互主日学的学生来读来背哦，所以是对因来讲是上界基础的一个要理的问答就是讲你若是基督徒，你应该拢爱了解的所以我毋知影咱对这个题目有啥物款的想法，还是理解？伊的答案是安尼：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永远掠伊最欢喜、最快乐。伊下骹有2段的经文第一段是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31节，伊讲：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是做甚物，拢得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无论做甚物，毋是简单伫教会内底互山那条。食啉，这拢是日常生活内底的代志。无论做甚物，拢着用荣耀上帝做目标。这是咱人生的一个目的。这段的经文是安尼哈。第2段的经文伫诗篇73篇的25到26节，安尼讲：伫天顶你以外，我有甚物人？伫地上你以外，我无所意爱。我的肉体，我的心神会衰弱。毋过上帝永远是我的快乐甲产业。无论伫天顶、伫地上，上帝拢是咱独一要追找、咱独一意爱的一个对象上帝是咱生命的快乐，是咱生命的产业。意思就是讲，咱的生命简单以掠掉上帝，真做咱的平安，真做咱的喜乐。解决中创始者加尼文，伊就真强调一切荣耀拢归伫上帝。这也真做全世界的长老中、长老教会真重要一个信仰的精神。一切的荣耀拢要归伫上帝，毋是归伫人的身上。那安尼，咱就要来问，什么会叫做荣耀上帝？当然，咱若要详细讲，可能会当讲真久。但是咱若较简要来整理几个重点，会当安尼来表达。讲要荣耀上帝，就是把上帝放伫生命的头一位，放伫生命上界重要迄个位，将上帝当作是上帝。第二就是爱向顺叹、顺服尊叹伊的话，用上帝的话来成做咱生命的准绳。咱的行做，咱的做人做代志讲话，拢照上帝的话，照上帝命令来行。第三，就用敬虔的生命甲生活来显明基督的荣光。用敬虔的生命表现出来，互人看出
咱和其他的人是有无共款，通过安尼来显明基督的荣光，最后也互人通知影，基督是活伫咱生命内底的主，互咱伫做决定、做选择的时，会当有无共款的价值观。荣耀上帝是咱人生的目的，是咱人生的目标。那安尼，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内底，通来荣耀上帝？信仰和生活的关系，咱就爱来做一个思考。伫中世纪的教会传统内面，因会将神性和世俗来做2分2分两分意思就是讲有一部分。咱的生活内底有一部分是神性的，一部分是世俗的比如讲，应该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的称作是圣品圣品圣品。那一般的信徒做其他工作的人，就称作是俗人俗人其实咱若详细想，咱就知影，毋若安尼分我安尼分定伫神职人员内底，因佫有分阶级一级无共款的阶级这是当时中世纪宗教改革进前的教会，因是安尼来有即款的传统。但是伫宗教改革运动内底，因有提出一个真无共款的看法。第一，因伫教会内主张无佫有分阶级信徒该祭司也是讲万民该祭司。每一个信徒伫上帝面前的位置拢是共款的，地位拢是共款，拢是上帝所看重，无有啥物人比啥物人较悬的这个问题。伫教会外也进一步强调，每一个正当的职业，只要咱愿意诚心来服侍，诚心伫迄个位来荣光上帝，那咱每一个职业拢是上帝的呼召。毋是简单神职人员，才是上帝的呼召定。每一个职业，每一个正当的职业，拢是上帝的呼召。就是伊遮讲的这个天职上帝互咱的天职，爱咱伫迄个所在来扮演好的角色。咱通举一个例来讲，咱在场可能有真侪做老师的也是老师退休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有大无？非常的大阮现在看到。新闻的报讲这个同学会毕业50-60档的各甲老师找回来表示迄个学生真感谢老师对伊的生命的影响。咱嘛看见真侪人讲伊的生命会当转变，其实就是拄到一个好老师。毋是干那知识的传授真正用生命来关心伊的需要，伊会当感受到疼，伊的生命会当来得到改变。用这个例来讲，你哪会当深深体验到讲？老师这份这个职业是上帝予你的位，你愿意伫这个位顶面尽力来做，甚至做超过你应该做，去关心搁较济你关心会到的人。那呢，老师这职业特别真做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宗教改革以后的看法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这份职业虽然无共款，但是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是平等，拢是有价值，无有啥物人较悬，啥物人较低。所以，当咱咧宣告讲，咱的生命应该用来荣耀上帝时，那呢，咱就无应该将咱的生活和信仰来做2分生活和信仰应该结合做伙，信仰爱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那呢，这个信仰才是真正有影响咱的信仰。咱要用生命来荣耀上帝，那呢一定就爱包括伫咱生活内底每一个领域，拢爱有影响力。伫咱的家庭，伫咱的职场，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会，这拢包含伫内底，拢共款重要。上帝呼召咱伫每一个无共款的所在，拢要发挥影响力，拢要为伊来做见证，拢要来荣耀伊。保罗伊就提醒这个少年的提摩太。毋通袂记得一切所行的，拢爱掠荣耀上帝来做目标。想看卖啊，你所做的这件代志，到底敢会当互上帝得到荣耀，还是互上帝的名得到侮辱？这是咱咧做做代志的决定的是一个真重要的准则。咱若常常将这款的标准放伫咱的心中，我想咱就无抵到犯真大的错误，做真大错误的选择。
接下保罗伊就搁较进一步，较具体来甲提摩太提醒，那呢一个要荣耀上帝的性命，应该爱注意什么款的代志？特别伫你的这个身份，你这个时段内底，你爱特别注意啥？保罗真实际来甲提摩太提醒，讲到毋通贪心的这件代志。10条诫，上帝通过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我想咱应该拢真熟。我要问咱，第一条诫是啥物？主席有背过无？佫会记无？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只有独一的上帝，耶和华上帝那呢，最后一条呢？第10条，10条诫，第10条。伊个原文真长但是总结起来就是讲毋通贪心。你感觉这2条敢有关系？想想看，还是感觉对象咱上无共一个是对上帝，一个是咱对其他的人但是其实咱若详细看、详细甲想，这2条诫其实有真密切的关系。当讲是互相一个上头前，一个上后壁，互相的呼应无贪心。在讲的就是啥？你讲毋通互其他的代志、其他的事物来取代上帝伫咱生命内底迄个位置。你贪爱钱财，用无正当的方式去取得钱财，那这钱财表示摆伫你的生命内底摆伫上帝的头前啊！你无将上帝的话、无将上帝的命令放伫钱财的头前所以毋通贪心。在甲咱讲，爱敬拜独一的上帝。互上帝真实正做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来掌管。保罗伊伫第6节，伊安尼讲敬虔佮知足会互人得到大利益。这个和合本咱较惯习用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安尼讲：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的核心的现代中文译本，现在的中文译本也翻译是讲：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这2个版本比较起来我家己感觉讲和合本应该是较好势啦现代中文译本小可会互咱读毋到迄个意思去伊则讲的这个富有，互伊好业，互伊富足，这咧讲的毋是讲迄个做侪钱。宗教会当互伊富足毋是咧讲通过宗教会当互伊得到做侪钱做好嘢安尼这个富足是对上帝来的祝福。一个人若有敬虔的生活，若有知足的心，那呢伊的信仰要为伊带来真大生命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会向行伫上帝爱伊行的道路顶面，无行歪错，最后得到迄个上界大的报赏，永远我的报赏。所以保罗，咱若向前来看第3节到第5节，保罗伊真直接真严格的指责当时的教会内面有一撮假的教师，因传讲遐无下真理的教导，希望通过这个宗教来成做因无家己私利的一款的方法保罗真严格来甲因指责，这款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会落伫上帝的审判内面。所以，伊就提醒提摩太，要有敬虔的生活和知足的心，安尼才会通对上帝遐得到生命真正大的利益，真正大的祝福。敬虔在讲的就是和上帝有一个正确，和上帝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你若问我讲，安尼要安怎做才是真正的敬虔？要安怎和上帝有正确佮亲近的关系？你若问牧师这个问题，牧师拢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知影啥物标准答案无？读经、祈祷，无安尼读经，互咱通真正认捌上帝，知影是啥物货是上帝爱咱行的；祈祷，互咱甲上帝更较亲近，随时有上帝的帮助，上帝开导甲咱上个地地。常常通过读经祈祷，要互咱成做一个敬虔的生活，互咱通明白上帝爱咱行的道路。知足所指的是有上帝甲咱三个地地，做咱人生的满足喜乐。这真无简单
当你愿意有知足的心，愿意知影讲咱是属于上帝，用安尼来做咱的满足的事，我想做世间的有益，就无容易来影响咱的性命。保罗伊接续个对妇民来讲，伊讲贪财会互人带来沉沦甲败坏。咱拢知钱财对人的有益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大，定定互人会当无顾一切，不择手段去得到这个钱财，所以至到落伫罪恶内底，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所以咱若详细看圣经，咱会发现圣经内底非常侪经文拢咧甲咱讲要安怎处理钱财这个问题，提醒咱着要有正确的态度来处理钱财，毋通正做钱财的奴隶，会当正当下上帝心意来使用这个钱财。一句咱真实的俗语啦，讲君子爱财，君主爱财，处己有道，处己有道的意思就是讲爱用正确的方式。我想钱大家拢爱，钱财大家拢爱，但是若毋是用正确的方式处理，那呢就毋是咱所要追求的。伫圣经内底，箴言第10章的20节安尼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互人富足。上主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内面无掺忧苦。这是真特别对咱讲，上帝祝福，对上帝来祝福，会当互咱得到富足。但是这款的富足，含咱用家己的方法，甚至是无正当的方法去得到迄个财富，是完全无共款。举一个例来讲，咱正咧看社会新闻内底，常在听到诈骗集团有无？上康要骗你的钱的因迄有好业无？厝拢开名车，拢住豪宅，物质生活非常的富足，但是因的性命有平安有喜乐吗？出门就爱看到警察足惊，惊讲当时代志要瘪空。这款呢，用无正当的方式所得来的财富，并不是咱性命的祝福，颠倒是真做咱性命的重担。所以这节的经文真好，甲咱提醒，咱会当通过倚靠上帝，通过敬虔的生活，结连伫上帝，上帝要赐福咱的，会当互咱心满意足。咱要行伫上帝爱咱行的道路顶面，但是咱的性命毋若有富足，也无有忧苦，无有愁烦圣经内底有第二有一个做明显的咧，咱应该做识的，就是撒该撒该伊是抽象的，伊非常的好业，用无正当的方式得到做者钱财，但是最后伊的性命失去平安，失去喜乐，无人要和伊做伙，大人拢讨厌伊。用无正当的方式，会当互咱得到钱财，无毋对。但是相对来讲，你失去的是你的性命。你失去的是整个性命的喜乐，性命的平安贪爱钱财，就是用钱财来成做性命的主人。圣经甲咱讲，上盖尾这款人会离开信仰，因为性命内底你无搁互上帝做你的上帝，你用钱财来成做你的上帝。咱真熟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6章24节，安尼讲。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即个，听迄个，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当尝试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钱财对咱的诱惑非常的重，所以保罗伊特别提醒这少年的提摩太，要注意伫你服侍过程内底，时时用敬虔、用知足的心来过你服侍的生活。毋通互钱财来诱惑，行歪错的道路。今日在场有较侪社青会友伫遮所以特别嘛对因来做一个提醒。对这拄出社会的青年人来讲，因拄要开始学习经济当得到独立，得到家己来自由因也有做梦想，想要去追求，要去完成。所以伫这阶段。金钱对恁的诱惑可能会更较大，迄个吸引力会更较大。保罗伊通过这段话提醒少年的提摩太，伫金钱顶面就爱来注意，
其实毋拿伫金钱啦，贪心是包括大家面上，但是金钱是咱上在会犯到的一个部分。保罗的提醒，上是嘛伫，毋是伫提醒提摩太那点，嘛伫对咱每一位伫提醒，互咱每一位着将上帝放伫咱生命上较重要迄个位，毋通互钱财来成做咱生命的主。第三，保罗伊继续对提摩太来讲。会记得伊有领受对上帝来的呼召。讲到呼召，我若问讲啥物货是呼召的时，恁敢有啥物款的想法？啥物是上帝的呼召？我上在听到的答案是讲像恁安尼去读神学院出来做牧师的就是上帝的呼召。当然安尼讲无毋对啦，真做专职的传道人是上帝的呼召。但是咱若看圣经、看保罗的教导，其实无遮尔矮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位置，咱在座每一位人，其实拢有领受上帝的呼召。咱大心拢互上帝呼召，要成做这几下无共款的身份。第一，咱互上帝呼召，要来成做伊的囝儿，上帝的囝儿。约翰福音第1章的12节，安尼讲。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这是咱每一个人互上帝呼召大心上较重要的一个身份。上帝呼召咱大心，毋是叫咱去做这做迄上帝呼召咱的第一个真重要的身份，就是互咱成做伊所听的囝儿。你感觉这有宝贵无？咱是啥物款的人？咱本来完全无资格，但是上帝用无条件的听竞选咱，互咱会当成做伊所听的囝儿，和伊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这是偌尔宝贵的一个呼召。所以伫咱人生的道路顶面，咱有当时会拄到困难挑战，但是牧师要请咱毋通袂记得，咱永远有这个真重要的身份，会记得来到上帝面前追求伊的帮助。第二，上帝呼召咱成做一个军队者。基督徒这3字上界基本的解说意思，就是军队基督的人。既然咱要军队基督，那安尼咱就是爱学习基督好的款式，好的这模范呐，模范。圣经安尼讲，第11节，毋过你这个属上帝的人，要追求正义、敬虔、信心、仁爱、耐心、甲温柔。这所讲的每一项，其实拢是基督徒，也就是军队基督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好的品格。咱也必须伫咱的生活内底每一个层面，真努力去将这好的品格来实践出来。当咱愿意安尼来做的时，咱的生命才会当发挥正面的影响力，伫咱四周围的人咱四周围的生活圈内底，会当发挥一个正面的影响力。互人看出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的作为。第三，上帝嘛呼召咱成做一个见证者见证的人。保罗伊劝勉提摩太，着爱持守对上帝来迄个永远活的呼召，为基督来做美好的见证。12节的经文安尼讲信仰的美好竞赛，着尽力去拼。要确保永远的活命，为着这个活命，你有受警调，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为上帝来做见证，通过咱的生命来影响更较侪人。我想这是上帝对咱的呼召。伫社青带出社会这个阶段现在有人会有一款的疑问，就是讲。我到底要选对一个工作到底对一个工作，这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我要安怎来做这个决定？你若来问牧师牧师可能嘛无法度互你做简单做确定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你可能爱考虑到一些主观、客观各款的条件，也通过一些帮助一些生涯指引这个方法，会当互咱更较了解咱的方向是啥。但是牧师要真清楚甲咱讲，伫咱考虑这个代志进前，你若是愿意来持守成做上帝囝儿这款的身份，
愿意来学习，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真实的军队者，也立志，无论伫每一个位置，你拢愿意为上帝来做美好的见证。那牧师要甲你讲，毋是选对一个，才是上帝呼召，另外一个就毋是。伫咱所有可能选的路内面，你若通过祈祷做一个选择，每一个选择拢要伫上帝恩典，拢要伫上帝祝福内面。上帝呼召咱大心要成做一个合伊心意的人，然后才找遣咱到每一个所在去，为伊来做美好的见证。无论伫咱的家庭、伫咱的职场、伫咱的教会、社会等等的领域内底，咱拢着尽力来活出合上帝心意的生命。通过安尼，互咱的生命会通来荣耀上帝，会当为上帝来做美好的见证。牧师要勉励咱就做伙用咱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也一生通持守这个美好的呼召，一生行伫上帝爱咱行伊所欢喜、伊所祝福的道路顶面。最后咱嘛要来看一段短短影片来介绍社青牧区的三个小组，互咱更较认捌社青牧区，咱做伙来看。我们是 I Believe 小组，我是小组长嘉秀。那我们小组的聚会时间呢，都是在每个礼拜天的10点半到12点，在双联教会的12楼一起聚会。我们聚会的内容呢，会分成就是讨论讲道的主题，然后每个人的领受或者是想要讨论的内容，也会分享彼此的生活带导的事项。那我们也有组成读书会，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出游的交易时间欢迎40岁以下的社青朋友可以加入我们，谢谢，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新妇的小组长周新华。那新妇小组呢，其实一开始大家听到都会以为说是新婚夫妇才可以参加的小组，但是其实呢，新妇这个字是取自于圣经，都是希望大家在参加这个小组的时候，可以成为上帝全然而美丽的新娘，对上帝呢可以有更多的渴慕。我们小组的年纪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然后所以说，如果呢你是大学刚毕业，或是呢你是社青，35岁以下的话，都欢迎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小组哦。我在新妇小组等你哦。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新手相连小组，我是小组长洪玉。我们是一个每周日第2场礼拜结束以后，都会在106的206教室分享的一个职场服事小组。在我们小组的期间，大家会分享职场的生活、信仰的分享，甚至我们也最后都会为彼此做代祷。那我们小组呢，在平常的聚会之外，我们也有一个针对盲朋友的一个服事。我们会让盲朋友从富康巴士下车的时候，我们让他顺利的进入教会，那也顺利的进入礼拜堂。虽然这个服事很微小，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在服事中感受到许多祝福，因为这些盲朋友常常不畏风雨，都愿意来到教会的这个精神。那我们也在服事当中有许多得着。欢迎所有初入职场一直到35岁以下的社会青年，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小组，一起彼此分享、代祷，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服侍，一起帮助这些盲朋友。欢迎你们，谢谢。鼓励咱在场啦，你若是社青，总是还未参与伫社青牧区的真欢迎你会当来伫小组内面做伙来学习，做伙来学习，做伙来成长。若有你的囝儿，也是你的甚至孙已经是社青的，欢迎你会当鼓励因，会当来参与。我想伫这个团队内底会当有侪成长，侪学习。毋知咱今日到小可感觉讲来礼拜的这个过程内底有真侪
青年人甲咱接待甲咱服侍应该加减有感觉啦今日的献诗其实对社青来讲是一个不止大的挑战啦我家己感觉你若叫因去 KTV 唱迄个歌因拢做够唱的但是叫因唱这种台语的合唱完全无经验阮当伫遐念迄个台语的歌词就念足久但是今日应该还好通过彼此的学习，做伙互相的激励会当做伙来完成一个美好的服侍。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伫社青牧区内底，伫大小组内底做伙来学习的愿上帝祝福咱，也祝福咱社会青年包括更较细汉的青年会当互因伫教会内底有机会来服侍，有机会来学习甲成长。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呼召阮每一位，正做你所听的囝儿，正做真实的军队者，也正做通为你来做见证的人。主，阮的性命真无够额现在有当时会软弱。主，阮特别恳求你的信心来甲阮上下伫地，因带领阮，凡事事无袂记得，阮性命内底有你对阮真重要的呼召。阮也愿意专心来军队你。有敬虔知足的生活，安尼阮特别对你遐得到真大的祝福。主，恳求你来引带带领阮每一位特别甲这青年人上下伫地，伫因头前人生的道路顶面，互因会当因为敬拜你、纪念伫你成做因一生大大的祝福、大大的帮助。也搁一届，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互阮伫大家无共款的积分、职位顶面。拢会当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正做为你做美好见证的人。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接着咱继续要来用诗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甲上帝的听。圣诗31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
请坐。煞遮咱要用奉献来煞遮咱的礼拜。请大家起立，咱同齐来做向的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愿阮的奉献，毋单是为着支持教会事工甲需要，搁较是一种敬拜的表达，一种对你听的回应。愿阮的奉献的过程中，通欢喜将家己献上，互你的荣耀伫阮的生命中来显现。特别求你看顾阮所有参与奉献的人。你知影每一个人需要甲心愿，愿你按照你的方式供应阮的需要，超过阮所求的。愿你的祝福甲恩典充满每一个奉献的家庭甲个人，互因伫侍奉甲生活的各方面，拢通看见你的作为甲神迹。主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求你接受阮的谦卑的奉献，互阮一切拢成做荣耀甲学罗你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名祈祷，阿门。我
家请坐。同齐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掀开周报第5页。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的社青主日，呼吁兄姐共同关心本会社青牧区的事工，嘛为咱所有社青的信仰性命、人际关系、工课以及伫教会的服侍等等来关心代祷。过来是社青牧区座谈会，主题是这场面面观，今年是第3年。今年要分享的是7首美好的呼调，分享人是洪大川长老、区享育执事、林建志执事。时间是伫今仔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地点是伫遮咱10楼礼拜堂，欢迎兄姐踊跃来参加。这3位伫这场拢是真好的见证，嘛拢真谦卑伫服侍。下晡欢迎大家来参加。煞则是肢体关怀。第1点，本会会友郑丽卿姊妹，就是萧炳辉的太太，伫5月18安息主怀，已经伫6月4号拜日，顶礼拜日举行告别礼拜。感谢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点，恭喜本会会友桂荣姊妹，就是帮淑辉的查某囝，甲王燕娣兄弟，伫6月22，就是下礼拜六下晡1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大家参加观礼，愿上帝祝福新人。过来第9页，所谓委员会消息，会友系统优化发包的公告。委员会聘请对 UI 甲 UX 设计精通的兄姐，参与伫教会会友系统的优化工程。详细的内容，请扫边仔的 QR code 来看。目前已经有8位来送件，伫这月15收件为止之后，所有委员会会请专业的委员来组成小组面试评选。嘛要推广一下吼，即马会使就是咱做礼拜头前有一个 QR code 吼，其实个 QR code 你扫描就会使来拍卡吼，因为顶礼拜牧师有解释讲，咱教会都是一个信仰的学校吼，唔通旷课。你若要互牧师看点名吼，若方便，即马会友系统会使伫你座位头前有一个 QR code， 会使来拍卡。过来，咱要来请杨牧师来欢迎来宾牧养代祷。我先简单来做一个补充的报告。伫咱今日下晡有社青牧区所举办的这场面面观的这个讲座座谈会。邀请咱大家会当踊跃来参与啦！你若已经有完成报名的，那呢就替你准备简餐。咱12点就当伫外口遐来领哈。若无报名的嘛，真欢迎你会当来参与。但是中昼顿空爱请你家己处理哈。1点就会当来到咱现场做伙来准备开始安尼哈。真欢迎咱会当做伙通过这个座谈会做伙来思考，要伫咱的职场内面，伫咱的生活内底发挥咱信仰的影响力。今日是社青的主日也特别感谢咱兄姐一直以来对社青对社青牧区的关心。特别咱看到社青其实因真愿意参与伫咱的服侍内面啦总是因有的服侍对因来讲可能毋是遐尔熟手毋是遐尔惯势总是咱若愿意互因机会，互因时间，因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学习愿咱会当做伙伫教会内底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年龄层拢会当有侪人会当受到栽培，受到培养，成做上帝中心的萝卜。好，接下来我要来介绍咱今日第一摆和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詹秋武姊妹伫这个所在真欢迎伊是玉婷的同学所以真欢迎好，第二位是陈金荣姊妹伫后壁迄个所在
也是咱教会园长的朋友啦，哈，真欢迎伊，欢迎伊和咱做伙做礼拜。第三位杨大庆，哈兄弟啊，伫这个所在哈，咱有愿欢迎伊。啊，是咱教会傅凯瑜哈的朋友哈，真欢迎因。嘛欢迎几位新朋友，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后，会当到贵宾室哈，有咱的同工继续甲咱做接待。好，咁个有第一摆来无介绍到的，啊，若无咱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总是用你的话来讲出阮生命的提醒甲帮赞，全要恳求你，互阮常在会记得你对阮的呼召是遐尼啊美好，遐尼啊重要。互阮会当一生行伫你所爱阮行的道路顶面，也通用阮的生命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阮即时也要特别为着有逐款欠缺兄弟姊妹来祈祷，身体软弱病痛的，恳求你大高能的圣手来医治扶持帮助因。因虽然伫病痛内底，总是无抵到失志，无抵到绝望，因为你是阮永远的帮赞，是阮永远的倚靠。主也是生命有拄到什么款的挑战困难，家庭有什么款的需要的，主阮也恳求你用你丰盛的恩典慈悲来款待每一位，互因伫困难内底也加倍经历着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享受伫因的生命内底。主愿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各一介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赐福阮，愿伫人生的每一个路站，拢会当牵着你，会当跟对你。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上营圣诗499首，灵光归信爸上帝，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阮恭受垂肯。